大家好啊，歡迎翻嚟我嘅頻道，提提大家記得訂閱我嘅頻道之後就可以第一時間接收到我嘅消息啦。今日就揀咗第六場賽事同大家研究下，四班1200米嘅賽事，預計會放頭嘅馬有應龍飛影、精英高球、鼓浪好友同埋笑必勝，步速預計係正常嘅。呢場狀態比較差嘅馬有4、6、8、11、12，咁可以劃咗佢先啦。留意翻7號馬笑必勝呢就有缺貨嘅。狀態比較好嘅馬有櫻花酒杯，咁我就揀咗我嘅心水俾大家參考下。首先係2號嘅精英高球，咁我相信呢隻馬呢係高質嘅，班德利跑高球係就特別醒啦，問題係仲有啲生啦，咁啊衝刺嗰陣呢會閃嚟閃去嘅。上次俾隻櫻花酒杯壓住佢嚟跑啦，咁啊唔算走得特別順啦。今次5檔戴埋個頭罩，咁佢做外邊冚人哋嗰隻呢，發揮呢應該就會好過上次嘅。然後就係1號嘅櫻花酒杯，咁狀態好啦，上場就慢閘啦，咁啊搞到成場個形勢都唔係咁好啦。4碟轉彎入直路，咁其實佢追翻好多嘅。今次3檔出閘唔好太慢嘅話呢，就唔使好似上場咁跑得咁辛苦啦。跟住就係3號嘅鼓浪好友。咁狀態保持到嘅，田泰安就同佢好夾啦，咁啊季內2 win 都係出自佢手啦。咁剩翻嗰啲對手呢，冇乜特別嘅，呢個路程又準，咁啊拖埋佢啦。最後就係10號嘅應龍飛影，咁啊跑咗幾場都係第5、第6，今次擺阿袁幸堯上去減10磅1檔放頭，咁啊戰術好明確噶啦。呢組稱完晒啲對手呢，咁佢名次呢應該係會進步嘅。其他剩翻就可以留意埋隻加冠王啦。咁第6場賽事分析過，咁就睇下啱啱你心水啦。如果想知道剩翻嘅場次我揀啲咩馬，或者有興趣知道我臨場收到咩消息嘅朋友呢，就可以加入我嘅群組啦。可以睇下我頻道簡介或者發信息俾我查詢翻。咁就下個賽馬日再見，祝大家好運。